向外享受生活嘅 Eric， 被窮富翁大作戰揀選過露宿者嘅生活，最初身上淨係得15蚊。第二晚 ，Eric 幫手搭完報紙，已經筋疲力盡，但係仍然瞓唔着。琴晚其實瞓得幾唔舒服 ，feel 到啲腳毛俾啲風吹咁樣啦，咁啊所以捐埋去，咁啊有啲失宿街角嘅味道咯。環境係俾到一種好嚴重嘅孤獨感我。我諗住嚟呢個圖書館，佢可能有啲 canteen 啊、自修室之類可以坐下。我唔知佢開9點。尋日賺到106蚊，暫時解決到2餐。Eric 決定放鬆一下。但佢念念不忘，要為長遠打算。呢間茶餐廳 ，Eric 已經前前後後問咗4、5次。喂，阿貴哥喺咪度啊？貴哥唔喺度。喂，貴哥啊，我嚟咗鋪頭揾你喎。喺尖東鋪頭等佢電話。但係老闆態度愛理不理。我而家邊度接你啊？而家咪揸住呢啲嘢周圍瞓住先啦。爭快啲啊！俾幾我試下啦。我講多2句英文嘅。究竟 Eric 見唔見得成呢份工呢？頭先見工咪，我諗我做嘅動作係佢唔請我唔走咯。坐咗喺度好耐等佢答覆，咁佢終於請咗我咯。佢就話聽日12點嚟返工。而家揾到第2份工係，又會覺得其實揾工又難嘅。Eric 今晚要休息好，先至可以應付聽日嘅工作。但係露宿者要瞓得好，真係好難。凍啊，好凍啊，凍到雪房啊！終於又捱過一晚，但係佢仲有一個難題未解決。原來返茶餐廳工係要着長褲嘅，但係就算想買，啲鋪頭都未開門。老細啊，有冇啲長褲啊？即係可能啲客擺低咗洗，又冇嚟攞嗰啲。皇天不負有心人，最後俾佢揾到一條運動褲。但係其實咧，而家個人咧係好攰。我唔知我有條褲之後，但係我隻腳企唔企到6個鐘。頭一日 ，Eric 會試工6個鐘。自己第一張寫到廚房有名，個客又以為我寫到嘅金菇肥牛河，呢啲就外星文嚟嘅。呢個雞翼，呢個漢堡扒，腿蛋，就呢個係下午茶餐嚟嘅，就寫住個下字。咁咧圈一圈咧，因為筋啱裂。做茶餐廳最大嘅好處就係連 Eric 自己都可以食得津津有味。咁啊整咗個蛋口字，食落去係鬆化入口，直接到位。叉燒飯啦，最精彩嘅點綴就係嗰半塊鹹蛋啦。茶餐廳係挑戰人體能極限嘅一份工作。好攰。喺 Eric 身體最虛弱嘅時候，佢對露宿者嘅心情又再多一重體會。脫離唔到，因為根本上都冇嗰個休息，或者冇嗰個能量去脫離呢個咁嘅環境。就算有機會，可能自己都冇嗰個信心去爭取嗰個機會。香港而家有70萬嘅，即係40歲以上咧，學歷喺中3以下嘅成年人嘅。咁呢批人士咧，其實可能會再困難啲。
可能 Eric 相對係即係標青啲嗰類都未定，咁但係有好多即係相對可能表達能力啊、溝通能力啊，或者應變能力都唔係咁強嘅時候咧，好易老闆會唔揀或者俾嘅人工會再低啲咯。女多定男多？男多。為咗對露宿者有多啲認識，Eric 去咗深水埗露宿者之家，探訪啱啱脫離瞓街生涯嘅阿欣同阿慈，順道向佢哋取經。食可以唔食，一定有電話。係啦，冇錯啦。係啊，因為電話要食，因為你揾工啊，你揾工嚟打工，你做完即係有錢。你冇電話嘅話，又點揾你開工咧？寫呢你哋寫地址原因係因為唔想俾人知道。啲露宿者之家，佢一定會問咧，住呢啲地方個個都係幫好人。瞓咗幾日街之後咧，發覺要背脊最難頂，所以咧啤酒嗰啲自肥箱就即係瞓落去佢呢度，即係仲可以 act as 一個彈弓咁，一個床褥入面啲彈弓咁樣。但係其實係一個好攰。瞓醒之後，一向追求享受嘅 Eric 決定要獎勵自己一下。Eric 本來諗住最後一晚可以瞓返張正式嘅床，但係睇完深水埗嘅板間房之後，就寧願返文化中心露宿。貴到癲，唔使諗。為咗最後一晚可以舒舒服服，佢傾盡家財買新衫、新褲、新床鋪。感覺係重拾自我啊，簡直！即係其實啲衫唔係價錢，係自己好舒服咯，即係唔係自己洗完噏住啊、濕啊、未乾晒啊、霉住咁樣喺度着，咁啊，終於係乾嘅、清爽嘅、舒服嘅。我都會揀文化中心多過揀呢個板間房。板間房唔算係一個出路，我諗會幾無奈咯。即係可能已經揾緊6000蚊，都仍然係住唔到一個叫企理嘅地方。喺97之前咧，你努力咧可以做多一份工、做2份工、3份工咧，去令到自己脫貧或者改善生活。但係97之後咧，似乎你揾一份工已經12個鐘啦，同埋咧嗰份工咧你可能冇時間去做第2份啦。咁同時咧，因為香港貴租金個問題咧，咁你可以捱嘅時候咧就係捱落去啦，捱你嘅生活，但係咧你就唔能夠改善你嘅生活。唔使再咁樣咯，係想都幾受夠嘅其實。5日嘅露宿生涯終於完結 ，Eric 卒之可以返去自己嘅安樂窩。咁我以前直情根本唔會去睇或者去留意露宿者呢一樣嘢，但係而家經歷咗呢幾日之後，我發覺其實可能露宿者需要嘅嘢，只係個社會或者社會嘅人知道佢哋存在啫。而嗰個存在其實係令到呢班露宿者自己都知道自己係仲有價值嘅，多咗一份諒解添啦。其實我相信每人背後嘅故事都唔同，有啲人可能係一個社會或者經濟嘅後遺症，令佢哋迫於無奈之下揾唔到地方住，咁好委屈咁樣
去露宿，但係社會只係用同一種眼光去睇所有露宿者嘅啫嘛。